国际新闻来看，牙买加最近拄着有史以来上强风台米丽莎，风台是扫过人口真侪的首都。虽然强度有减弱，也毋过嘛是造成严重的灾情。发电厂、病院一寡所在拢饮水停电。这个风台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哦。即马风台是个继续移动到古巴甲巴哈马等所在。米丽莎飓风入侵。 明德高湾沿海风头雨大，部分主题区的林泉排水管已经有大风吹到震动害。米丽莎伫咧上陆进前，因加勒比海直直扫对牙买加，几内气象单位拢预测米丽莎的强度会到5级，海涌有4米悬，雨水可能超过70公分。米丽莎伫2倍挖过首都金斯顿，伫较偏僻的西部城镇上陆，部分首都的民众去海边翕风景，有的人阁毋惊风雨，直直去户外耍潮。 The fact that we take a wide turn and go around, it benefit me. I'm really sorry for who it really touch. 米丽莎上陆了，强度因为拄着山区来减弱做3级，风速对时速295公里，降到205公里。虽然变弱，所经过所在依然是产生严重的灾情。Our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severely compromised. St. Elizabeth is the breadbasket of the country. And that has taken a beating. The entire Jamaica has felt the brunt of Melissa. 米丽莎是牙买加有史以来上陆的上强飓风。当地政府讲，到2倍下晡为止，全岛77.3%的电力公司用户，大约53万人无电，真侪基础建设、学校甲病院嘛拢有损断的状况。 几内避难中心嘛受到强风破坏，首都金斯顿的街仔路淹水严重，相关单位当咧全力抢修，会优先恢复病院、供水甲抽水站这寡关键设施的电力供应。根据气象资料，米丽莎的沿对角线软过牙买加，最后按北部出来，接线扫向古巴去。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。